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1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9个境外病例，离到进前继续维持立基警戒。今仔开放第14期医药，会当伫平台还是诊所医药。监察院针对技术设备无完成验收，所宣布讲安全无问题。今仔通过纠正经济部价台灯，外界质疑是想要影响公道。今年正月到10月，税收利了4500多亿，创史上新高。预估明年地方会当分配340亿税款。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案例，有9个境外病例。另外，11月16到11月29继续维持立基警戒。11月16开始有陪同服务的业者会当有条件开放咯。春节入境检疫确定要改做7天住防疫旅馆，7天伫会当伫厝内隔离。今仔嘛开始开放移工入境哦，移工爱集中检疫。指挥官陈时中嘛有针对去年参会无挂喙炎唱歌的代志做出回应，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盖新的说明。虽然没有本土的病例，那境外移入有9例也没有死亡的个案，仍然维持11月16号起，仍然维持到11月29号维持2级警戒。16号起，我们就开放有陪侍服务的合法休闲娱乐场所，那符合下列防疫规定者的开放营业。我们大概就是整个春节入境检疫的时间是从12月14到明年的2月14号。那我们新增的一个选择是等于是7天的在旅社或集中检疫所的检疫，然后加上7天在家里的居家检疫。一方面当然是这个整体的气氛的关系，那一方面也自娱于人了那我们都遵守防疫的相关的一个规定，所以这里面我特别跟他报告就是说有关于传播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讯息，尤其是把日期错字，那这是已经是假新闻了那我要提醒在传的人要特别的注意。第14期的疫苗预约早起10点开放，开始预约，提供莫德纳、AZ 跟 BNT 疫苗。头一届是会当伫平台预约，卖当去诊所预约。另外，指挥中心宣布讲，春节要放零检疫，有做好2档疫苗满14天，防疫旅馆住7天，伫厝会当隔离7天哦。有医师是认为上重要的是民众居家检疫，敢有法度落实？早起10点，第14期公费疫苗开始预约。这届是国内头一届执行中央平台甲门诊预约同齐实行。民众伫公费疫苗平台预约，若是无成功，会当直接去合约的医疗院所来预约。即马都伫要过年啊，指挥中心按算甲新增检疫方案有条件放零做7天加7天，也就是做过2档疫苗的人，住防疫旅馆7天了后，尾下7天会当改做是加强版的居家检疫。有医师认为讲，这个方案会当实行，因为做过2档疫苗的民众，都算去画到传染率嘛较细。虽然严谨度没有像14+0或者10+4，但是呢，我们可以预期的呢，到我们过年的时候呢，台湾2剂疫苗的覆盖率应该会有到6-7成的，所以那时候呢，台湾相对会比现在安全一点。7天加7天下用的对象是有完整做过2档新冠疫苗，而且满14天的民众。外界质疑讲，敢有可能会出现防疫空窗？有医师指出，无论方案安怎改，防疫上大的考验是民众离开防疫旅馆了后，居家检疫的期间敢有自我约束？你要从10+4变成7+7呢？最大的关键还是后面那4天或7天，这个人有没有好好的遵守规定，不出去跟人家接触？如果他好好的待在家里面，家里面只有他一个，不跟人家接触，其实你14天都在家里都可以啦。7天加7天的方案目前是还未定案，因为人口疫苗的牌子会以 WHO 核发紧急使用授权的牌子为主。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最近就会做出决定，而且对外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台海情势正紧张，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讯峰会后礼拜要举行。伫会议进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又个表达小挺台湾的立场，嘛强调讲，若是中国用武力要改变台湾的现状，美国甲其他国家会有行动。外交部嘛对布林肯的小挺表示感谢。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了后，
还未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两个人后礼拜要举行实情峰会。伫这进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切实表达坚定挺台湾的立场，表示中国若再使用武力改变台湾现状，美国甲民国要准备采取行动。布林肯并无说明要采取倒一种行动。不过，拜登顶个月捌表示，若做中国发动攻击，美国会保护台湾。那布林肯国务卿也强调，美国跟许多国家都认为，区域内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是对和平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如果现状遭到破坏，美国跟盟友会采取行动。那外交部感谢布林肯国务卿，他重申美国对台湾的一贯的坚定承诺。美国参众议员访问团找到一军机来台湾访问，切实先后拜会总统蔡英文甲国防部。外团这届参访主要是国防。美国真关心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尤其是希望台湾会当成立全民防卫动员署，增加台湾整体防御作战的能力。全动署也偏列去美国考察的预算，吸收美国后备部队建军的经验。This is the second one this year alone. So nobody wants to see cross-strait tensions come to blows or come to a conflict, and there's no reason that it should. And so nothing's changed about our policies.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自己的国家自己来防卫，也不要靠外力。当然，朋友多多益善啊，越多越好。但是我们现在兵役制度是不是稍微要检讨？我认为这是看看大家的意见。根据了解，全动署会伫明年1月正式挂牌，预算也已经编列伫国防部的年度预算内底。若是拜登政府上任了后，真侪届讲表达支持台湾的立场。不过布林肯切实召开头一场全球防疫部长会议的时阵，邀请中国，却无邀请台湾。美国国务院是解说，受到会议时间甲形式的限制，无法度邀请一寡防疫密切的友伴。不过美国会持续甲所有盟友合作。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陈树建顶3个委员上新的调查报告指出，讲起诉到目前为止无通过完整的测试，也毋过前经济部长张家竹说伫103年表示讲，起诉的安全无问题，所以监察院通过纠正经济部加台灯。起诉公道发起人黄树修是表示讲，起诉厂伫2014年通过试运转的验证安全无问题。监察院的讲法是调故意要来影响公道。监察委员陈树根、蔡宗义、甲赖振昌11召开记者会，公布台电基业公司核实仲裁案调查报告。开2年多时间调查发现，讲核实到今无通过完整的测试。不过前经济部长张家竹说，伫103年讲核实安全无问题，通过纠正经济部甲台电。现在还没有解决这23项，有69%，就是将近70%，当时就已经发现问题了。也就是说，张部长当时开记者会的时候，那些问题都还没解决，但是他都没有讲。监察院列出经济部4大缺失，讲临时安检小组103年的报告无法律效力。台电104年提出43项反请求，显示核实系统设备有真侪问题，到今还阁有23项无解决。核实无通过原联会审核，因原联会嘛伫110年3月份的时阵表示，核实也未符合安全需求，除了经济部有严重的疏失。监察院嘛认为讲，台电审查能力有问题，43项反请求有7项甲 DCIS 有关系，而且无解决。反请求第43项内底有897个设计甲设备的问题，而且台电爱检讨，嘛认为台电应该不时都要公布正确的资讯。43项虽然都是10万块美元以下，但是有897项中间355项是不合格。这不合格里面大部分都跟 DCIS 有关。这一个核市场的话，问题重重啊，绝对不是说我们可以做任何乐观的期待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根本没有通过安全的调查报告。是。4大公投年底对决，重新启动核实的公投，实际受到大家关注。监察院伫这时阵公布核实的调查报告，嘛难免引起大家质疑。核实公投代表人黄树修表示，核实 DCIS 设备伫2013年测试完成，核实厂伫2014年通过试运转的测试，而且无问题。监察院的讲法是调侃要互大家听甲无煞煞。也若监委是强调讲 ，DCIS 是头一届伫调查报告当中出现，因为之前拢是去互台电列作是机密。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油价一直起嘛带动物价嘛堆起。经济部长王美花今仔日立法院表示讲，已经按什么找大卖场来讨论设平价专区来服务消费者。这样的一个物价的这样的压力，那我们想说，我们来跟这些大卖场或怎么样我们看看是用专区或者是来宣传，让大家可以有平价又优质的这个产品可以来购买。立委关心讲油价一直起，嘛造成物价嘛堆起，泡面已经起价啊，黄豆，搁有麦仔嘛跌起。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媒体是拢报起价的情形，嘛是搁有一寡无起价、正平价的物件。经济部嘛考虑讲要找大卖场来设平价专区，嘛会帮一寡无起价的餐饮来斗宣传。再来看今年国内税收创新高，财政部公布今年正月到10月税收2兆4574亿，创史上新高哦。财政部长苏建荣是表示讲，主要的原因是营业所得税、证交税增加袂少。伊讲明年地方会当来分配340亿的税款。财政部公布累计前10个月全国的税收金额有2兆4574亿。那创下历史新高，嘛是咱国有纪录以来头一届伫10月份到达成规年预算的目标。大部分的利息获益都良好，证交税的话也是一样哈。证交税我们预估今年本来我们的预算数大概1199亿左右哈，那我们预估今年的证交税大概可以超过预算数大概1200亿左右一个情况。苏建荣表示，今年税收的增加主要是营利事业所得税，也有证交税、货物税，比原本按算的还佫较济。特别是营利事业所得税，因应疫情，营所税进前会当较慢达，今年补回来，加上营利事业趁袂少，所以增加真济。按照明年地方可能会当分配到340亿。今年税收超收可能会超过3000亿，对不对？差不多。今年的所得税。还有这个所谓的货物税都比预算数增加蛮多的，所以我们统筹分配税款大概可以增加大概360亿左右。那么扣除掉特别统筹分配税款以后，大概还有340亿可以作为普通统筹分配税款。因若敢要进一步来减税，苏建荣嘛讲，所有减税拢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不过，根据主计总处公布的物价指数，累计增加超过3%。依法会调整免税额、扣税等级甲扣除额，会伫最近来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积电本地无啥想要伫高雄设厂，也毋过总统蔡文保证讲土地、水电已经无问题，台积电才会答应哦。台积电即马确定要伫南马溪来设厂，当地土地甲厝地一直起价，有民间团体就呼吁高雄市政府，甲本地中油炼油厂的宿舍改起做社会主体，来保障当地民众居住的权益。台积电9号宣布伫高雄南马溪设厂。原本台积电对高雄一直无啥兴趣，但伫总统蔡英文亲身向台积电挂保证，高雄的土地、水电等配套计划绝对无问题了后，台积电总算点头。蔡总统跟苏院长跟沈副院长是从头到尾都知道，而且也一直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设厂的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给我们很大的帮忙。台积电要伫个中油炼油厂旧址设厂，嘛造成附近南马溪左营的房价一直互炒悬，就惊到时阵毋拿高雄人买袂起，嘛冲击着南下就业人口的居住需求。市长陈其迈下令加强基早建安的红单炒房，提悬社会体的数量。都社会团体建议市府会使将附近丰益、丰盈、甲丰南3个中油宿舍区做都更，改成社会体，解决炒房。很多南漂过来的这些职工他能够有机会进到这样的一个社宅，然后呢，二方面呢也能够跟这边在地的住户来协调，能够呢来解决这几十年来没有办法解决的劳宅问题。麻烦请我们的有关单位来保障我们的里民的权益。因为丰益甲丰盈宿舍的土地是中油下，居民都有地上权，因一直希望中油会使将地卖互因，却一直无结果。即摆借台积电来的机会，因嘛希望市府会使介入，互因做伙做都更转型，保障因即寡落体徛户的权益。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陈显坤高雄报道。
来看华人的国立东华大学，昨暗一个2年级的查某学生伫学校内底翘倒摆，伫洗碗的时阵无注意去弄到路边的路顶，送病院急救，也毋过救无回来。这早暗时11点外，花莲东华大学的宿舍外宽道有一个女学生，互人发现倒伫涂骹，伊的机车车头拢歹去，好亲像弄到路边的路顶基座，救护人员该紧急送往主治病院急救，到院进前无性命迹象。到了现场的时候，已经有民众在施行 CPR， 他的脸部有轻微的变形，左腹的部分有脏器外露的状况，那我们持续急救到医院。经过抢救，女学生也是救无回来。警方透早前往现场鉴定车祸，校方面原来通知家长为台南赶来花莲处理后事。死者谢同学今年大学2年，读英美语文学系，住伫宿舍。今仔日是校庆，所以全校的师生拢真艰苦。预测他应该是从校内运动完要回宿舍，所以并不是从校外回来。我们一直在收集资料，看看是不是有外力撞击，或者路上有石头还是怎样。这个要等我们所有录影带调出来以后，请这个检察官还有警察们去鉴定。因为东华大学校内真宽，学生囡仔大部分拢骑机车，所以校方面针对校内道路有交通安全的管制。不过唔知是安怎，还是发生意外。那个路段它是一个直线之后马上接一个类似近90度直角的一个转弯。那其实我们也是很希望这是对整个学校的这个道路进行一个全盘的规划。东华大学是讲校内照明设备拢正常，路面原来有反光装置。目前除了将女学生机车顶的行车记录器甲附近的监视器交予警方以外，也伫调查是毋是有人看到。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枋寮甲嘉东隔界的第一线嘉东镇北道9月中头一届有战机伫跑道起降，也毋过当初为了战机要起降，先移除5基路顶到今阁还未拆转去，当地本地就直接发生车祸。即摆因为无路顶，暗时拢乌麻麻实在是真危险。只剩路顶的底座无法度证明，这条有3公里长的嘉东镇北跑道，经过枋寮甲嘉东是全台唯一伫咧省道的镇北跑道。9月15号汉光演习第一届战机伫咧路顶降落，因为当时演习甲路口的路顶拢卡起来，毋过时间过要2个月，路顶也是无转来。佫看无，连你看所有恁遮小巷啊，拢有设施顶就是啦。哦，定来车祸，遮嘛定车祸。啊，你速度佫介紧，佫介紧。啊，佫来挡袂住啊，往一个就对。是路顶有较好啦，较好行路啦。民众讲，这条镇北跑道看又佫长，东西向的路口嘛真侪，路顶真正真重要。过去因为法令伫咧道路中央袂当设定固定的路顶，才由公路局伫咧反向的路口来用路顶。毋过公所表示，配合演习甲路顶移除，后续所因负担整顿起的费用非常的不公平。为了配合这个国军演习，将这个路灯拔除，但是国军既然要求我们要去自己去恢复这个路灯的这个设置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公平。枋寮乡公所表示，因过去着承接这条道路真侪的电费，开了真侪钱，即个又搁爱家己付甲电费倒转去的费用，会增加因的财政困难。除了要积极来争取经费了后，嘛希望中央会当重视这个问题。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报道。来看顶个月2日，一对香港移民来台湾住伫台东的翁仔某，影响台东县的建设处处长陈情，讲因社区附近的工程已经影响到社区的环境了。也毋过，这处长说请讲爱因滚转去香港哦。一对翁仔某昨是到台东地检署来告这处长。伫台东县公平社区边仔的太平溪，这边的爆发当地的施工，有居民烦恼会影响社区的安宁甲安全。顶个月2日，探建设处长考水柜去现场，一对为香港来台东定居姓吴的翁仔某去甲伊တင်情，却传出去互呛讲，叫伊包好款来转去香港。这2翁仔某是气假，去台东地检署起零申告。安宁提高，他在10月21号早上的时候就要把我跟我老婆要把我叫我们赶回香港去。去互告的建设处长考水规划冤枉，背回讲伊根本就无讲过叫因转去香港这话，但都是反问讲对方若是伫咧香港或者是中国，因的态度敢敢这尔唱秋？是安怎伫台湾是这种态度？我根本没这样讲，别人很奇怪，说我完全不认识他，然后开口第一句话就大吼大叫，然后他旁边的老先生跟太太跟他讲说：“你不要那么冲动。”
柯瑞贵回应讲，有8个居民送交镇政司，要求讲希望目前当伫施工的太平溪正边3号爆发水防道路，干那加做是防做大水或者是救人等等的功能来使用，莫开放给一般的车辆，或者是干那给当地居民来使用就好。不过因为明显违反公众利益，所以伊无法度同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疫情虽然有较缓和，也毋过伫新加坡的家护病房，拢是一寡无注过疫苗的重症病人哦，医疗负担是真重，所以新加坡卫生部7月宣布讲，无注疫苗民众后个月开始爱家己出医药的费用。南韩哦嘛，因为老大人注过2档疫苗，又搁胃着病案例有增加，政府嘛呼吁民众搁注第3档的疫苗。新加坡已经有85%的民众完整注新冠疫苗，所以采取甲病毒共存的防疫策略。也毋过，新加坡对感染新冠肺炎的本国人、甲特定类别居民，免费治疗却造成医疗量袂堪的负担。尤其目前家护病房内大概拢是无注新冠疫苗的重症患者，所以当局宣布，在6月7日起停止支付无注疫苗患者的医药费。对无想要注疫苗的人，当局也区分2套管理措施。This i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unvaccinated and also to preserve our healthcare capacity. One example are the restrictions on the unvaccinated to participate in higher risk activities and settings, such as dining in restaurants, hawker centres and coffee shops. 新加坡当面临新一波疫情，最近几礼拜单日拢有超过3000例确诊，覆盖在大多数拢是轻症。另外，新加坡夜间野生动物园测查表示，各验出一只非洲狮仔新冠病毒阳性，累计2天已经有5只狮仔 PCR 呈现阳性反应。目前狮仔方隔离伫各自的收。世界动物组织表示，无证据显示动物会传染新冠病毒予人类。同款也是采取甲病毒共存的南韩，才第10天，重症患者就提升到460例，创下历史新高。其中超过82%是60岁以上的长者，其中也有未少是突发性感染个案。和防疫部门呼吁民众注第3剂疫苗。 앞으로 위중증 환자의 증가 속도가 중요하다고 보고 있고 그런 측면에서는 전체 확진자 규모, 특히 그 중에서 미접종 확진자의 규모가 중요할 것이라고 판단하고 있는 중입니다. 南韩为顶个月开始注追加剂，目前已经有64万多人注。南韩每10万名注疫苗的人，只有85.5人得病，突发性感染比例又远增加。也毋过，大多数拢是年纪较大的人为主，主要原因是疫苗保护力随着时间来降低。公司新闻邓慧玲编译。来看美国甲中国昨伫联合国气候峰会向全世界发表联合声明，讲因未来10年要做伙拍拼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甲中国会做伙来发表联合声明，嘛，互真侪国家真意外。 美国甲中国这2个全世界上大的碳排放国，伫这届气候大会第1礼拜时阵是互相指责对方，不过煞伫咧初10暗公布联合声明，讲根据科学家所讲的，未来10年需要减排的任务，要开始合作，减少甲烷的排放，慢慢淘汰燃煤，要做合作小组。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双方共识大于分歧，具有广泛的 合作潜力。这次联合声明的发表，再次表明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The statement lays out important steps on CO2 emissions as well, including the need to accelerate using best efforts by all of us to phase down unabated coal in this decade as fast as is achievab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have no shortage of differences, but on climate, cooper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get this job done. This is not a discretionary thing, frankly. This is science. It's math and physics that dictate the road that we have to travel. 谢振华讲，希望这份联合声明会让帮助大会成功。凯瑞是讲，美国甲中国即马有2条路，一条是大会结束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互全世界拢唔知影未来会变做什么款；另外一条就是做人合作。2个国家过去政治关系正紧张，阻碍全球的气候谈判。
自1997年行到议定书到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拢一直无强势。伫即马有遮尔大的转变，佫发出遮尔强大的信息，互即边气候大会主人英国也真意外。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英国的气候峰会昨午嘛宣布讲，英国打算要伫2040年进前换掉柴油的车。也毋过，全球前2大汽车的制造商 Toyota、Volkswagen， 佮有美国、德国、佮有中国，拢无签这项约束。伫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气候峰会，最早发布一项声明，表示为了要减少全世界碳排放，有6间汽车制造商甲真侪国家会签署承诺，伫2040年进前慢慢停产淘汰燃油车。As a presidency, we have urged governments and manufacturers to commit to end the sale of polluting vehicles, and we decided to build up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to get the transition to zero-emission vehicles moving faster. 也毋过包括全世界前2大汽车制造商丰田甲福特，也有美国、德国甲中国这几个关键的汽车市场，拢也未签这项协议。汽车产业要做到零碳排，也是有转型的挑战。We know what the technology is, and we actually know how to get there. And the number one important driver is government action. The governments have to take big action to make sure that the vehicles are going to be available and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affordable and that the consumers will buy them. 这边峰会主办国英国讲，有6个新的国家，包括纽西兰甲波兰，会加入这个承诺。另外，沃尔沃汽车甲福特汽车也讲，也佫需要政府的配套措施。鼓励更加侪企业投入电动车市场。It will impact a lot, of course. I mean, in the factories where they make diesel engines, where they make gearboxes, the reality there will change. But there is a lot of new components. E-motors, we need more software engineers. The percentage of kilometers driven on our app coming from EVs reached just over 4% in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in Europe specifically.Which is a doubling in a year. 除了汽车制造商，轿车服务公司 Uber 也会签这项承诺。英国政府发声明讲，其他签署这项共同宣言的公司，也个包括英国连锁超市，也个全世界几多个城市。目标是要让因的运输车队变做绿色车队。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行政院不动产委员会继续追讨动产哦，主委林凤正今仔日立法院表示，国家已经甲救助团6000万的现金甲妇联会美玲楼收回来了。也毋过妇联会是讲哦，因绝对袂搬。有立委嘛要求动产会甲国产署爱想办法解决。动产会继续追讨动产，认定国民党有中投中影救国团、妇联会等10个附随组织。外界关心动产会追讨成效，主委林凤正则一指出，目前已经将救总6000万现金，甲妇联会的美玲楼收归国有，交予国产署来处理。因为美玲楼达到500平，搁位伫市区精华地段，妇联会呛声讲要做全国上大的电话号，拒绝搬迁，引起立委的关切。美玲楼迄讲实在，咱的做法会互百姓笑死人啊！咱也讨转来，名是换咱国家尔咧，使用也阁是因咧使用的咧。了解委员的意思啦吼，这阮会积极去协调啦。对啦。林凤正表示，目前有450件案，犹原伫行政法院诉讼中，预计11月下旬陆续会有结果。另外，中影甲动产会签和解契约，付予国库9.5亿。国民党立委林文思认为，和解会当加做依顺的方法。林凤正回应，动产会不排除和解，不过前提是双方对历史事实爱有共识。动产会有想要做伙和解无？我们一直从成立以来，我们都没有排除和解作为处理党产的模式之一啦。另外，救国团也互认定是国民党附随组织。动产会坦白讲，救国团有50亿的资产，目前采取拖延战术，
和南亚立委批评东山会无符合宪法意志。行政机关可以直接没收人民的私产哦。我们没有直接没收，这是共产主义吗？我们没有直接没收啊！如果直接没收的话，今天就没有法院的诉讼。如果一个政党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处理过去从国家不当取得的这一些财产，都没有反省的话，这个政党会被扫到历史的一个垃圾桶里面去啊！对林凤政发出3年来将所有不当动产案件结束，立委认为有难度。林凤政表示，等调查处分告一段落，后续重心会放伫无和解的诉讼，甲协助教育后一代了解过去的历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传出要卖大卖场家乐福哦，员工早起去总公司抗议，因讲公司会当一档比一档较趁钱，就是因为员工拢一个人做5个人的工课，也毋过员工拢无分到任何的红利哦，奖金只有主管领会到。工会是要求资方赚的钱应该提半2%，分予所有员工。我要分红！我要分红！家乐福员工来到北投总公司大门口，由布条啊抗议资方，无顾基层员工，批评公司趁钱拢入去高层主管的落地啊，基层员工拢无通分。你赚的钞票往你的口袋装，那我们呢？连1分钱都没有。家乐福工会这3年来争取员工分红，拢总协商12届，毋过最后资方拢以无偏的预算，爱员工共同体谅。毋过工会提出家乐福最近3年获利的表现，逐年拢创下新高，去年营收达到740亿，赚19.4亿，所以工会希望公司提出税前2%做员工的分红。今天又是双11，那有可能。公司都要发布说，今年的营业额上看900亿，公司提拨2000到3000给员工做分红，那这一笔钱大概要8000万左右，那我觉得对集团来讲，那只是9牛1毛。工会指控家乐福是货冠公司，会当讲是劳检大户。这5年来，劳检次数会当讲超过上100届。看其他的超市业者，全年拢体谅员工的辛苦。疫情期间，家乐福发放奖金，敢若礼券也是现金3000块。同业全年大出手，为去年疫情发生了后，拢总发4届的防疫奖金，所有员工拢会当领到半个月奖金，拢总开12亿。家乐福员工看伫眼内，会当讲是真不平，个心酸。全联跟 还有 Costco 这一量贩店，我相信家福的劳动条件并没有像他们的那么的好。之前法国的总经理那时候还有给他们奖金。台湾人在经营的时候，他只顾到高层，没有顾到基层的员工。对于工会指控家乐福无愿意出面回应，敢若发简单的声明，强调公司提倡多元文化，多方听无共的建议，对工会意见表示尊重，会持续提升员工的福利。不过工会是讲会持续甲资方沟通，希望争取员工分红。记者综合报道。警察甲消防员权益等单位早起到行政院登前，表示讲轮班的公务人员有超时工作、过劳等问题，因认为主管机关讲的改革拢是假。消防署嘛答应讲会过来调整。公司改革打假球。大写画口号，警权团体甲消防权益促进会等等的单位去行政院交订正书，因为顶一日大法官释宪，宣告目前的公务体系伫法制层面工时的保障严重不足，加班的补偿嘛无适当，要求伫3年内爱修正。不过政府机关提出的修正草案，伫制定公务人员的目睭内，讲要做工时的改革，根本是出一支嘴尔。本来工时就已经很长，另外问题就是行政协助这个规定的滥用哦。除了警察自己的工作，各机关也可以把自己的工作分给警察的时候，你工作这么多，你人力不够的时候，班表一定是排不出来。那修法里面，考试院就已经将我们的嘉奖、技工放进我们的加班补偿内了。我们要告诉大家说，这项修法它正意味着是国家正在鼓励公务员加班啊。国家正在鼓励我们的公务员迫害自身的健康权啊！若是超时做工课，消管会表示，以消防人员做例，做工课24点钟，台北市甲高雄市会当报加班12点钟，桃园算加班11点钟，其他的县市算8点钟。加班补偿的制度无共款，出现几个版本，甚至有4点钟至8点钟的工时，无缘无故怎安尼无去？也若补休困，阁规定讲爱有24点钟，才会当换着通休一工，呼吁爱甲出勤甲休困的制度法制化。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些调整跟应用。我想以符合一个合理的一个勤休制度跟一个补偿这个规定。
面对消防人员工时无合理的问题，消防署副署长答应讲会做调整，互勤休的制度甲加班的补偿更较周至。对部分第一线的消防人员甲警察来讲，因其实敢若是希望讲轮班的公务人员上基本的健康权等等的权益会当得到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家母运动协会副理事长徐立功等人，今仔出面指控讲理事长就是经理委沈智慧，过去的2档拢无开理事会，嘛有假造文书等违法的行为哦。也毋过沈智慧是讲这是乌白指控，要求因爱伫7天内底伫网络来向伊回息的，无伊会提出告诉。分享家母比赛的宣传片，片中出现不少南亚政治人物跳舞的画面。协会理事长兼立委沈智慧透过这款的宣传方式吸引网友的眼光，也毋过也引起不少批评的声音。除了这期家母运动绑着政治色彩，包括家母运动协会副理事长徐立功等人，在伊出面指控沈智慧过去2年拢无召开理事会，还佫擅自将协会加入体育运动舞蹈协会，而且无经过理事会同意，就擅自改变中正杯竞赛规定。他直接任命他的人，他的理事来担任，这是违反人团法，还担任副秘书长，直接把秘书处架空，他们自己发文，不通过我们然后直接去擅改这些章程徐立功等人也指控沈智慧也向内政部公白册文件判件申请补发当选证书、设立登记证等，搁私设户头、涉嫌伪造文书、背信等罪。希望内政部换掉理事长沈智慧，和协会回归正轨。就他会找我们出来讨论，然后去要求说，你们可不可以帮我募集街舞老师，然后去陪他做一个反莱猪的游行，然后编一支舞这样子。第一个这个很难编，第二个我觉得要我去找我们的街舞老师去做这个事情，的确还是为难了一点啦。对正侪指控，沈智慧发出声明，强调拢是不实指控，要求徐立功等人限期7天内伫网络公开回息的，若无不排除提起妨碍名誉告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新化警察最近查到60包假造加原2白粉的毒品加皮包。伫高雄警方嘛去查到毒品加皮包的大盘咯。才到半暝，警方探姓洪的兄弟赛车前往台南新市交易的时阵，当场查到总重量有406公克的毒品加皮包，总共60包。袂走啊！袂走啦！新化警方前一阵仔咧执行网络巡逻时阵，发现一对姓洪的兄弟敢若咧卖毒品，追查落去，真正查到毒品加皮包有60包。警方发现这寡毒品的包装，毋若假做少年人会介意的品牌，甚至头一摆看到包装顶悬阁写有价值，想要互人分袂清楚。当场查获洪氏兄弟贩卖毒品咖啡，数量共60包，合计重量达400多公克。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另外，高雄市的警方顶个月经过警队甲监视，嘛抓到一位姓苏的嫌犯伫咧卖毒品。佮追查源头，伫咧这个月初9将姓陈甲姓林的2位嫌犯逮捕到案。总共查到这3个人的贩毒集团有200包加皮包、甲8包K他命等等的证物。过程中呈现企图湮灭证据、顽强抵抗，然专案小组当机立断，随即用势警力强力逮捕、压制，并成功将陈贤、林贤等2人拘于报案，且查扣毒品咖啡包100包K他命。警方表示，为着要吸引少年人，贩毒集团定定会甲毒品加皮包做真水、真色拍的包装，也是假做糖啊、吸收啊。唔知影毒品的成分，乌白者可能会出现心跳加速、意识袂清楚等等的镜头，车公司的风险嘛真悬。警方未来嘛会继续来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前警政署保持总队的大队长朱元宝退休了，第2网络顶头帮想要考警察的民众免费上课哦，可能是去影响到警察考试的补习市场。最近2个月，一直接到5方的恐吓批。伊是保安警察第4总队的前大队长朱元宝。今年9月份开始翕教学影片，传到网络，互想要考警察的人免费来看。
你讲别人不好，那你总是要提出你的答案嘛，对不对？我有写答案的老师可能没有当过警察啊，对不对？你没有当过警察，写出的东西可能就隔层山了，答案就不够精确。主管部伫9月底调课了后，录的这段解说题目的直播，唔但出现批评，2个月来阁收到超过5张的恐吓批。最近一张是伫咧11月初收到。主管部表示，这几张无签名的批，直接寄到因兜，互伊心惊吓。可能是因为伊免费教学，怕歹警察考试补习班的行情。照理说我已经报案了，而且在节目中我也讲说，我有去报案。想不到在隔了大概2个礼拜，又来恐吓。我觉得这个就是目无法纪了。主管部表示，警察特考补习班一般的行情，一个人一期补习费就要超过7万外，就算是数位教材也要4万外。即卖伊直直受到恐吓，也已经向警方报案。针对信用上的邮戳那追查可能寄信的处所。那第二就是针对信件上的指纹进行比对啊。警方表示，除了成立专案小组，也会针对批信甲监视器来相比对。目前已经伫工作室甲徛街附近加强巡逻，也会继续追查这条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2月谈的咖啡品感冒，农民先因为伊本底是一个水电师傅，因为真爱啉咖啡，开始学种咖啡，一路行来当摕到特等奖实在是真无简单。咱做伙来看卖。水电师转道卖咖啡，住伫南投溪地乡的心因为爱着咖啡产业，半路出家开民宿，自头对种咖啡开始学，学到即马通做工书替人上课。今年也搁再得到日月潭精品咖啡的特等奖，实在是无简单。这一次就是今年很荣幸拿到2021年的就是日月潭精品咖啡的特等奖，刚好我们家新的品种就是艺伎，在这场比赛下，因为这个风味是独特的，而且它的各方面的表现是很棒的，所以我们再次的回归，就是又拿到特等奖这样子。虽然今年搁再得到咖啡奖，不过煞等到5月疫情境界升级，好的咖啡豆卖袂出去，心情亲像西送温暖共款。心因为打马拍表受波，将销路转到网络顶悬。加在品牌名声拍了有够栽，照常通渡过疫情的难关。又拿到特等奖，然后自己又花了200万买了新的设备，结果就刚好疫情来有点尴尬，但是没关系。我注意到，其实虽然疫情的封锁好像来客量其实确实是减少的，在以咖啡这个产业，其实在整个购买的宅配的数量，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增加的。那表示其实咖啡在大家已经家家户户都是变成有点像民生必需品一样。这几年来，台湾啉咖啡的人口愈来愈多，为了推广精品咖啡，心因为不断合适，无论是财政也是开发，甚至阁无小档主买设备，都希望提升在地咖啡产业的发展，阁用咖啡带动日月潭观光旅游的人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港区艺术中心，今年举办10场的行动音乐厅的表演甲古典音乐结合魔术，舞台刷到学校礼堂活动中心，互学生囡仔接触艺术，来体验无共款的音乐课。透过活泼的表演来讲出名音乐家的故事，有古典乐结合魔术。台中文化局港区艺术中心举办行动音乐厅的活动，将音乐甲艺术带入校园。演艺厅里面的相关的表演活动，把它带到学校里面，让小朋友们可以接触到这个艺文活动。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港区艺术中心的巡演停办，现时疫情已经渐渐转好。9月10场的巡演活动，希望让学生囡仔伫疫情时代也通接触艺术展演，唔但欣赏，也好因有上台表演的机会。巡回的音乐厅这样子的方式来到学校，我想我们小朋友可以做最大的受惠，在生活素养里面可以越来越棒。我们老师就非常幸运可以抽到这一次的活动，我觉得非常精彩，机会非常难得。有时候我们只会看到课本或是看到一个影片的部分，那实地的参与对我们学生的体验一定是一个不一样的学习。精彩的音乐艺术展演，甚至阁结合魔术，让学生囡仔拢有真深的印象。行动音乐厅将舞台刷到校园内，让学生透过实际表演，体验另外一款特别的音乐课。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国家领业文化中心最近有一个台湾的模样展览哦，出展人嘛是资深的领业家黄建良，伊对于国立台湾美术馆的收藏，选出一寡日本时代较大的领业作品，透过无同世代领业家眼中看到的台湾，望讲用影像来讨论讲什么是台湾的模样。伊嘛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伫这展览内底，会当看到家己心目中的台湾。加入来展览区，就通看到予云海包围的玉山，水阁壮观。这是曾明景老师1986年翕的作品，一张一张的古相片，展现台湾所在位置、人民的生活甲祭典。台湾是感觉是很多种族在同一块台湾的这块土地上，大家一起和谐的生活的感觉。反除妓运动第一遍台湾走上街头，山地少女被卖到那个黑街去卖春，很残忍的一些人口贩子就把它卖走这样子。伫新闻界做30多年录影的蔡明德，讲起这张1987年华西街人口买卖问题的相片，伊的记忆悠远真深。当年记录社会运动的录影家柯碧欣，街头人民的系列作品，也展现台湾数十年来环保甲民主的议题。透过影像要来传达台湾的模样，当然是毋是有够？这我是还阁无遐有把握啦。透过影像会很容易跟读者或是人民取得共鸣啦。我感觉过去的台湾有一种温暖啦，有一种虽然讲安尼辛苦哈，啊讲无啥物钱，啊过你看阮景出来的相吼，大家拢笑嗨嗨，啊大家目睭拢足有精神，啊我感觉这嘛是咱这相内底要带互大家看的。国家录影文化中心和国立台湾美术馆对1930年到2010年的展藏相片内底取350张，希望众人透过无同世代本土录影家的目睭，看到台湾丰富甲多元的模样和展出。记者阿敏珍、曾派文台北报道。台东的达鲁马克是都开做的传统部落的少年人伫2018年加入重新来整台雅的计划哦。毋那整传统的作物，嘛望讲会当豆豆甲部落文化吹倒来，过程拢有去做纪录片，咱做回来看卖。甲土肉整理好势，色仔压落去。台东达鲁马克的少年人要为种色仔开始，展开部落文化的中建之路。接头目工作的，就是族语讲甲无啥练长的古昌红，伊毋望种色仔变作是部落的产业，也推广部落旅游，创造地方欢迎。伊讲这个过程有真侪人有意见，坚持落去，都是希望少年人会当回乡工作。如果能够在自己的部落里面，把部落的一些所谓的跟经济这一块，把部落顾好，让外面朋友能够一起来分享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传统，一些旅游这一块是现在部落可以做的。纪录片《找找达鲁马克》由林务局出品，将古昌红甲族人种植传统作物色仔这个过程拢记录落来。虽然捌拄到考验，也捌互鸟仔耍转去，不过最后总算顺利修成。种植的面积也一直增加，也表现族人甲土地真密切的关系。对我来说，比较大的意义在于土地的跟人民之间的共存的那种关系的延续。他们不希望说将来他们的族人小孩长大之后，那些传统被遗忘了。本片伫今年7月得到纽约电影奖当月最佳纪录片。导演是希望传达部落处之有道的永续精神，呼应林务局最近持续推广维持的里山地景加实践里山生活精神。记者综合报道。北非国家突尼西亚第2大都市斯法克斯爆发粪扫危机，已经2个月了。最近民众上街头抗议哦，曾发生严重的冲突，造成1个人死亡。已经行6公里的是为民众挖进目的地阿加雷布粪扫安排场，期在这个所在重新开放。警方催泪瓦斯赶人，一个35岁示威者伫冲突的时阵不幸死亡。家属甲医师拢表示，死亡原因是因为扫到催泪瓦斯。内政部回应，这个死者健康本来就有状况。
ماكش مش تسكر المسب، رانا مش نقعدوا هنا جمعه جمعتين 3 جمعات شهر شهرين عام وحنا نحاربوا هكا。暗卖场发出臭味，有毒的物件，互人破病。居民忍受14年，今年9月，对民众施加压力才关起来。因过当局这个月初8，无任何替代方案重新开放，所以才有这场抗议。只是过去这段期间，地方政府因为无所在会当处理粪扫，唔收，造成这个有30万人的第2大城，规街路拢是粪扫，臭味互人无法度忍受。 انا عندي محل ززار باش نبل الزبله من الذبان ما عادش قعدوا في حوضنا من الروايح راهو مرضنا. معناتها العديد من الجلسات المكثفه لايجاد الحلول وقمنا بمراسلات الى الحكومه. 突尼西亚一年产生250万吨的粪扫，大部分拢是直接倒入暗卖场，无资源回收还是烧掉。粪扫的问题已经失去控制。这个国家最近也有政治危机，总统沙伊德冻结国会加扩张行政权力，去予政敌批评讲根本就是政变。新政府顶个月早开放施政，粪扫的问题都是重大挑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 印度的首都新德里的河川甲当地500外的湖，最近拢受到严重的污染哦。主要是拢集中伫印度的班加罗尔高科技工厂的附近。伫5天前，有一位工程师死掉头颅，倒入河川的井底。咱做回来看卖。 水乌麻麻个垃圾，规个拢是粪扫。另外一组湖已经打去啊，下加规个拢是塑胶干啊、链啊加塑胶废弃物。这是印度科技重镇班加罗尔，当地人口超过1000万，有人叫做印度的涩谷。伫咧快速发展的时阵，无注重环境的保护，怎么付出代价？ So this was the lake where people used to drink water. If not even you can stand here, you can't touch the water. So pathetic, so sad. Feel like crying. 这款湖会变做这垃圾，是因为当地居民乱倒粪扫，造成当地800几个湖有超过500个严重污染。正爱这款湖的马里加华原本是工程师，5年前决定要洗头路来救这款湖，伊的目标是把班加罗尔所有的湖拢清去。Water quality is so pathetic. This is all grown weed in it and full of smell. 马里加华的做法是先把草啊好起来，污水是引入去边仔水道处理，搁再灌清气的水入去。这项工作正开钱也正开时间，好加再有政府加企业提供资金补助。5年来已经救了15座湖，并且积极推广环境教育，希望清气的湖袂阁受到污染。另外，伫首都新德里也拄到环境的灾难。印度时间初9，圣河恒河的支流雅穆纳河水面出现真侪白色有毒的泡，环保人士指控讲，这是当地非法工业违规排废水造成的。 इसमें कहीं ना कहीं गलती है हमारी सरकार की, हमारे STPs की, हमारे CETPs की。 其实雅穆纳河已经几多遍出现有毒的泡，不过拢无改善。有几多位印度教的妇女初9冒着危险，跳江伫咧河内面洗身躯祈祷，希望大家注重污染的问题。不过官员是回应讲，这款污水是对其他所在流过来，不是当地制造的废水。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
见。